在去年底举办嘅2008到2009台湾客家博览會當中，客家電視台設置嘅模擬主播館都受到大家嘅歡迎，所以特別在客家事務局 TVB 3票客家文化人氣，成立了台灣第一座客家電視館，而本很多嘅人了解客家電視嘅節目，同時也做得製作電視主播。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客家電視嘅動作新聞，我係陳心怡。無聲音講唔錯嘅，再過來100。第7家初上主播台播新聞嘅時節，張迪做主播真係冇按改。最難嘅地方就係那個客話，因為人哋看嘅是咩經驗咩，我而家轉成客話，還有上前堂嘅這個東西，嘅反應係要清潔嘅。開始嘅時間還有結束嘅時間，係過要等候，但是中間係哩哩啦啦。為到本民眾更加了解客家電視嘅節目新聞，3票客家文化園區成立客家電視館，召集行業8點檔戲劇兒童節目之外，還特別演繹戲語樣拍。本來參觀嘅大小朋友，此刻呢做主播嘅感覺。主播體驗期吼，你做得自家來製作新聞稿，然後上台去體驗。因為以後實質都見吼，千多觀眾朋友。因為講你啊，習慣親友心切。參加客家電視後生培訓計劃嘅學員，規劃半日嚟行場參觀客家文化園區。有1多人就係第一擺來到亞位，放協嘅拿定翕相機兼翕相。我感覺從人都見到面看，個就我咧我母啊家攏唔是人過嘅面看來了攏就人過。根本一張上來意料就覺得哇，看到嘅動到東西，比方講像個片有展出人嘅客家老祖宗佢哋從大陸來到台灣呢片嘅一條歷史嘅過程。離暑假結束還有介2年嘅時間，客家文化園區有各種無共樣嘅主題展覽。客家電視館未玩無共樣嘅展示內容，董事拍一部卡大細，卻下來一轉語文字典。客家新聞7分之7比0台北報道。